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做伙来吟圣诗第179首，阳光归伫圣父上帝，请起立。请犹原徛伫，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接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是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来启应。启应文第21篇，记载伫诗篇93篇。上主做王掌权，上主用威严做衫穿，伊建立世界。你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化好。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上主啊，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
三甲亚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创造天地万物，天顶的鸟，海中的鱼，地上的动物植物，你独独照你的形象制造人类，互人类智慧成做与众不同的存在。你互阮知影用火会当烧茶煮饭，你互阮发明链仔会当搬物件做工课，你互阮发现电，才有电灯、电池、工业革命以及现在阮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有了智慧的阮，也做真侪互你失望的代志。阮有智慧去互撒旦骗去，食善恶树的果子。阮用智慧建立巴别塔，阮用智慧迫害环境，滥杀动物。阮用智慧犯罪，欺骗无辜的人。阮用智慧发明武器，发动战争。阮用智慧制造智慧。主啊，我毋知影即马即个世界是毋是你所喜爱，但阮爱迫切求你的国甲你的义，安尼，阮才会当用谦卑的心向你求取智慧，用你的智慧判断善恶，明辨是非，用你的智慧做上世上万物地球的好管家。用你的智慧，彼此相挺，活出正直甲公义。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来学老，请圣歌队，因今仔日要唱的歌曲是《为着美丽的地面》。
感谢圣歌队真水的歌声，这是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列王纪上第3章3节到10节。列王纪上第3章3节到10节，伫圣经364面。所罗门听耶和华惊伊的老爸大卫的法律，独独伫山头坛献祭烧香。王去基遍献祭，因为伫遐有极大的山头坛。所罗门伫坛顶献祭、献烧祭精生1000只。伊伫基遍，暝时伫梦中。耶和华对所罗门出现，上帝讲：“你爱我赏赐你什么，通对我求？”所罗门讲：“你捌施大恩，互你的奴仆乖爸大卫，照伊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甲你伫地，行伫你的面前，你也互伊留一个大恩典。”就是赏赐伊一个囝做伊的位，亲像今仔日安尼。耶和华，我的上帝啊，那你互你的奴仆煞接我的老爸大卫做王，纵使我是囡仔，毋知着怎样出入。你的奴仆踮伫你所敬的百姓中，这百姓罪到袂算得，也算袂了。求你赏赐你的奴仆智慧的心，通判断你的百姓，来分别好歹，因为是罪会判断你遮多的百姓啊。因为所罗门求这，主欢喜伊的话。以上讲道今仔日的主题是：你想要爱的是啥物？请杜牧师。两位在大家平安。有一个太太甲伊的先生问讲，若是恁公司的主管要邀请恁三个去做唱 KTV， 去唱 KTV 的时阵，恁若因为讲唱甲足欢喜，甚至啉酒啉甲足欢喜，恁公司遐少年查某囡仔，就安尼甲你蹭，头甲你囥在你的肩胛头，还是手甲你揽你的手，你要安怎反应？来，走吧，你要安怎反应？这个先生听到这个问题了后，就甲因太太讲：“若是这是阮的主管提出的邀请，我一定会甲讲。我的太太平常时食头路嘛足无闲，倒去佫爱顾囡仔，所以我一定爱倒去倒煮饭、倒洗衫、倒扫地，所以足无闲的，无时间甲你去啦。所以这个太太听了就真欢喜，安那？”就去煮饭啊！这个先生知影太太问这个问题，想要听啥？这个先生就针对迄个太太所提的问题来讲，互伊爱听的话。我毋知影咱在座有太太感觉讲吼，阮的先生，甲真正有智慧的话吼，我甲伊爱讲吼，倒不如伊早几年加买几张台积电的股票送我做礼物。讲到台积电，是今仔日咱又搁要讲到一间公司啊。因为不管咱只要拍开新闻，看到一寡商业性，讲到一寡经济性，甚至讲到股市的时阵，一定拢会讲到台积电这间公司。甚至咱嘛知影讲，过去的这2、3年，咱有真侪无共款的传统的行业，其实无介好。所以这2、3年来讲，咱台湾经济偌好，拄偌好，拢是靠着台积电相关因遮 AI 人工智慧，也是有一寡电子科技的公司，因真正进步足济，从营业额增加足济，来甲咱的经济、甲咱的 GDP 这款的人均所得扣起哩。所以台积电确实是对咱国家来讲有真大的帮助。但是除了咱一般咧讲的台积电，吼，迄股票偌好，台积电，咱咧讲的。咱的护国神山，咱对台积电这2、3年所咧做的事，咱有看到啥物无？对咱这2、3年的事，咱有看到啥物无？这2、3年的事，
你也豆豆看，我相信咱可能会当看到一寡美感。但是要讨论到这美感进前，过去的1960年甲1990年的期间，其实有一寡学者因对一间公司做兴趣的，对伊来做研究。这个研究就是讲，是安那美国麦当劳吼，伫迄段时间内面，嘿，真趁钱呢，真趁钱呢。但是到底因咧趁啥？迄个研究出来足奇妙的哦。随便讲，有人咧研究因的公司安那咧经营管理，有人咧研究讲哦，像那麦当劳吼，即个美国人安尼敢若食就食袂善。但是有一个学者，伊研究了后，伊出一本册咧讲，其实麦当劳上趁钱的毋是汉堡，麦当劳上趁钱的是啥物？你要摇看卖无？红茶啊，有啦，饮料类的利润足悬的。伊上趁钱的是啥？啊？其实，迄个学者的研究，伊讲麦当劳的总部吼，伫迄段期间上趁钱的一项业务叫做房地产。原因真简单，只要麦当劳每一遍伊要开拓新的店面的时阵，伊拢会做真侪无共款的研究。迄个研究非常的精准，所以只要因决定遮要开店的时阵，比如讲有一寡新兴发展区，只要店一开落，遐个商业发展就哪来哪欢迎。就算做有一寡旧的商业区，只要经过麦当劳研究了后，店甲开落去，迄个旧的商业区同款嘛越来越繁荣。所以有个人甚至咧投资房地产的过程中间，因会去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附近敢有麦当劳的店无？我想咱在座的只要有买过厝的，拢知影，咱买厝嘛有一寡无共款的考量，比如讲交通的方便性，比如讲学区有好无，比如讲什么等等，最后这个因素会来决定咱厝要买伫倒位。这个状况，伫现在这几年的台湾嘛出现的。恁有印象无？有一间公司吼，伊也工厂起到倒位去，遐个房地产就一直炒。咱有印象是倒一间公司无？台积电。所以恁有对台积电工厂起到倒，恁有对咧买无？无哦，啊，可惜啊。2022年的下半年。我毋知影咱有人对高雄的南仔坑这个区有了解无？南仔坑这个区伫高雄市来讲，伊的房地产叫做不动产，计小永远就是不动，所以叫做不动产。伊的土地家当卖到一坪30万，咱讲的是建坪哦，毋是一般其他无法度做建筑的哦。建坪早前足久的一段时间，一坪大概就是25万、30万遐咧等。你会当卖到30出头万，算你卖了足好。新起的大楼咧，不管安那，就是10通万起袂起哩。是安怎南仔坑的房地产是这个状况？恁敢知影泡泡的原因是安怎？工业区、加工区啊，除了加工区，佫有啥物无？啊，无介了解吼。伊附近有一个大社工业区，是一个算介大、介重要的一个石化工业区。石化工业区，像我20-30年拄搬到高雄去的时阵，你是闻得到的空气大概就是安尼。但是到了下暗，总是有一寡足奇怪的气味会走出来。后来咧想，就是感觉那像是咧烧迄落塑胶迄落味啊。高雄市的北边有真大的大社石化工业区。南边有真大的林园石化工业区，所以迄阵有听人咧讲，有当时啊为这石化工厂半暝会投放因的气体出来。所以当南仔坑有加工区、有这个石化工业区伫遐的时阵，佮加上南仔坑，恁若有捌去过，恁就知影。除了加工区迄边是后来起出来的地区，路抑佫比较较大条，路比较抑佫较细正。旧的地区其实。高雄有一个叫做百慕达三角洲，伫倒咧指倒位，恁敢知？高雄啊，讲到一个交通的百慕达三角洲，你记的就是民族路、甲后硬
古兰马溪的市区这个地带，你只要一不小心，你只要走唔到路，你得爱踅足大轮，才有法度去踅倒转来。就是交通嘛，因为真乱，所以这个地区伊的房地产真无法度亲像其他的地区安尼发展。但是，就是2022年的下半年出现一个现象，你的土地要卖30万，你有偌济土地，你也有拢总摕出来，我560万甲你买。你的大楼一平10几万，恁顾村这个大楼佫剩偌济厝，我20-30万甲你买。甚至迄阵捌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讲代销因家己咧讲，这到底是啥物状况？原来就是有人去到这个地区，直接甲代销问讲吼，恁这栋大楼咧卖，只佫剩偌济间厝？恁这栋大楼佫剩偌济间厝？剩落来我拢总卖，剩落来我拢总卖。所以一时间，连南仔溪人因家己嘛咧问，到底咱南仔溪是发生什么代志？啥大拢走来遮咧买厝买土地？过无偌久，高雄市政府宣布一项事，我毋知恁有印象有注意到无？还是恁要看卖一个无？高雄市政府宣布啥物？台积电上新的2奈米厂特别起大后硬南仔溪这个所在，意思就是讲，咱若消息较灵通的，比人知影3个月较早去买，趁袂少呢。所以我嘛相信，有的人甲消息较灵通的，倒位有新的都市计划，倒位要起新的这款的捷运站，大家就抢要买。但是问题就是讲，当因咧想什么款的物件的时阵，包括台积电伊家己咧想什么款的代志的时阵，咱到底有了解无？咱知影因真咧做啥无？就亲像台湾的麦当劳，台湾的麦当劳对2015年一直到2022年这段期间，伊的营业额足无好诶，生意做了足无好诶。后来到2-3年前，伊的总公司有做一个改变。伊的总公司所做的改变，就是为店面较大诶，进就改做较细。较早有一寡儿童游戏区诶，拢总甲摕掉；一寡店面甲营业较无好诶，就甲关掉。即个店面甲准是家己买，因就甲卖掉。但是为甲营业额较好诶，比如讲咱附近古亭的捷运站迄个麦当劳，去年就是共款做共款的动作，营业袂歹，所以伊就将因的店面听讲。伊迄个古田的分店，去年卖3亿5千万，反正卖出去了后，再佫甲新的厝主，佫甲租倒来继续营业。我想一间公司面对头前的10年真困难的经营，伊想要改变。不管安怎改变，只要麦当劳知影伊家己咧做啥物，安尼就好；伊也了解家己咧做啥物，安尼就好。同款。现主时的教会，这10年嘛面对着真新真大无共款的挑战，所以咱教会家己伫这款转速真紧的世代，咱嘛无法度停止咱家己的脚步。教会面对这款的世代、这款的环境，咱嘛需要做一寡改变。咱若无法度改变、无法度突破，以后累积起来困难，有可能会愈来愈大。所以倒转来个台积电这间公司，就算做伊是半导体业界的龙头老大。伊就会当高枕无忧吗？无哦，当然无法度。咱刚知影台积电去年伊提拨出来做研究的经费，大概偌济钱？咱有印象无？啊是咱敢有了解台积电伊是用每一年伊的总营业额几%咧提拨出来做研究经费？有人知无？伊平均就是摕7%。去年，甲按照因去年的营业额，去年摕出来研究经费应该是2700亿。今年甲照因这款的进展的状况，有可能今年因的经费会提高到3000亿。台积电做有信心的，你只要看伊伫一寡所在不断的扩厂。这个工厂，家己今年、明年佫继续加入营运了后，有可能明年因的研究经费会提高到3000多亿。是安那要安尼做？是安那要安尼做？因为因家己知影，
要保持世界第一，是爱付出代价。就亲像咱若做过父母，咱就知，咱若要互咱的囡仔册读了好，咱毋茫咱的囡仔以后会当找到好的头路。咱伫咱的教育顶面，迄款的代价，有当时啊，伫现世代嘛是非常非常的悬啊。所以台积电足清楚知影，伊不管安怎，伊这是必须要投资的。就亲像咱家己的教会，咱内部的建造，不管是信仰的建造、能力的培养、甲操练，甚至咱对外福音的事工，咱对社会服务的热情，嘛袂使衰退啊。所以，台积电因安尼做了后，同款，咱的国家嘛是啊。就亲像去年咱的教育部经费大概是偌济，咱敢知？有印象无？咱若扣除掉扣除了，比如讲军购的特别预算，扣除掉一寡代志的特别预算，咱的政府正常的一年的总经费约是将近差不多3兆左右。去年咱教育部的经费是3600多亿，所以3600多亿，咱若来算这个将近3兆来讲，大概咱国家放伫教育经费顶面呢，这是国家尔，不包括其他的县市哦，占咱国家的预算是12-13%、13-14%左右。所以咱就知影讲，不管台积电的研究，咱国家对这款的教育，因的投入是非常非常的看重。但是同款，就算做咱安尼做，国家就一定大进步吗？台积电就一定大进步吗？其实台积电嘛知影讲，未来因面对着一个足无法度的瓶颈的出现。咱有印象，过去咱咧讲即款的半导体，甲讲的是几十奈米，尾仔跳到20几奈米，佮跳到10几奈米，到你最近呢，安怎跳？剩3奈米，上新呢剩2奈米。真个研究的是看有法度做到1.5奈米无？意思就是伫台积电因的本业，因即款机体电路，即款伊的晶圆，伊有法度进步，佮再进步的空间，哪来哪少啊？就算做伊放遮研究经费内面，要突破即款的天花板，哪来哪无容易啊？所以台积电伊所做的，除了即款以外，本身伊即款的晶圆，伊还佫爱对伊的外部，因为咱咧讲的晶圆是伊内部技术，伊嘛爱对外部的技术继续去进步。就亲像讲有一种叫做 CoWoS， 有一种叫做 Corpus。咱无遐侪时间讨论这个事，咱若有机会，咱会当家己去找，这是什么款的种物件？次世代的先进封装的技术，讲较简单，就是讲过去的晶片是一片一片咧做封装，但是透过一款更较进步的封装技术，伊会当甲2片、3片，甲封做伙的时阵，安尼，这个晶片的效能，这个晶片伊有法度记忆的物件，就哪来哪侪。但是同款，你这个封装技术也无够先进，无拄你讲2片、3片贴做伙，就一定较好。因为你的良率也无好，你就要淘汰掉。所以台积电一方面，伫这个部分咧精进，就亲像讲，恁毋知有听到讲家己台积电伫遐投资过来的厂，迄过来的厂就是一款 CoWoS 的厂。同款，这款 Corpus 就是咧讲，咱若有看到新闻的影片，有当时也看到，迄个晶圆一做出来，是安要叫做晶圆，拄做出来的时阵，就是一片圆圆，真大片。所以透过设计，透过裁切。把这个圆圆的裁切做细细角角的晶片，所以这款的 Corpus 就是要把原本迄个圆圆的，要甲改做细细角角的。因为原本的圆圆虽讲透过你的设计，当一片一片一片，但是因为就是细细角角的原因，所以迄个圆的外口的部分全部拢爱浪费掉。不止全部浪费掉尔，咱知影讲咧做这款晶片的这款石油，这款的稀土非常贵。过来，伊安尼拄仔咧裁切，伫遐咧切遐有诶无诶边，有当时啊甲良率嘛有关系着。所以伊只能够做一片变做细细角角诶时阵，边仔诶部分毋免浪费掉，而且伊安尼裁切会当增加伊诶良率。所以咱会当看到就是讲，台积电不只是对家己诶制程良率，伊对这个记忆体诶体积，对这款诶封装诶技术、产能诶扩建等等，各啦种无共款诶方面。
做伙来研究，做伙来进步，来保持伊的全世界第一啦。这不只是家己保持家己全世界第一的骹步地位尔，嘛，互遐买伊的产品遐的公司会当保持赢过其他的竞争的对手啊。所以其实这嘛咧提醒咱，不只是咱家己的能力，嘛是要不断去学习。不管是透过咱时间的管理、咱的沟通的技巧、专业的能力，咱嘛是需要爱继续来成长。咱的教会嘛是同款，咱的教会需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进、不断的突破。只是问题来啊，讲哪咧讲呢？讲较紧，做有简单吗？做啊，遐尼简单，台积电都毋免开3000亿去做研究啊！所以，同款有两个问题来甲咱问，这两个问题过去伫咱的生活查经班、伫咱的祈祷会，甚至伫咱的青年团契，拢问过同款这个问题。若是你会期待10年后的你是啥物款？10年后的你会是啥物款？也是讲，咱若听咱的教会。咱期待咱的教会伫10年后，咱的教会会变成是啥物款的教会？当咱去想这个问题的时阵，你不要放空，你家己也是咱所爱的教会，10年后要变成啥物款？这个问题咱想妄想，期待妄期待。你也想要咱的教会10年后是一个蓬勃发展，是一个很有活力、活泼的教会。若是安尼，咱现主时开始爱安怎做？咱即阵开始爱安怎做？你今仔日的经文所读到的是所罗门王咧向上帝祈求。经文读了啊，你有印象无？所罗门王甲上帝祈求啥物？祈求啥？较简单的，就是两字：智慧。这个智慧要帮助所罗门，伊会当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会当判别是非的心，甚至你会当为着国家、为着百姓做代志的时阵，迄是为着一个求上帝国好的心。啥物叫做求上帝国好的心？迄就是咱之前讲过，不止咱家己好就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们教会好，我们的社会好，咱才会当真正好啊！所以所罗门王虽然年轻，但是伊知影人也无听上帝的心，人也无敬畏上帝的心。若是安尼，一切服侍，咱的敬拜，咱的聚会，拢只是变做一个外在的形式尔。这个外在形式，毋是咱真正咧敬拜上帝。有可能咱这服侍，咱这敬拜，只是咧做互人看尔。安尼就可笑啊！所以今仔日咱通看去经文咧描写到所罗门王，伊愿意将伊人生的焦点放伫上帝的心意的顶面。上帝伊爱啥，伊就追求啥。所以追求这个智慧，是要帮助你更加了解上帝，尊探上帝的心，通因为安尼会当有更加大的能力去服侍人，服侍伊的国家。若是安尼，信仰咧提醒咱的一项事。不只是咱咧向上帝祈求祈祷，咱不只是咧甲上帝祈求祈祷，咱有当时啊同款嘛爱想看卖一个，上帝对咱有啥物期待无？上帝对咱有啥物期待无？我相信咱在座的父母、阿公阿嬷，过去咱的囝儿孙豆豆咧成长大汉的过程，咱应该加减拢有一寡期待人的心上吧。甚至有的父母会感觉我过去做袂到的，我嘛期待我的囝儿以后有能力做会到。我无的，我嘛期待以后的囝儿哪有能力，因会当拥有啊，敢毋是安尼嘛？所以若是安尼，咱感觉上帝会期待咱安那？咱感觉上帝伊会期待咱安那？你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经文上尾一节，你有印象讲到啥无？今仔日的经文最后一节讲到啥物？讲到就是上帝真意爱所罗门伊祈祷所求的这个物啊！上帝意爱所罗门伊祈祷内面这个物啊！
因为这个物讲起来就是咱所咧讲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所罗门想到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好处，而是百姓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他所想到的这些，也感谢上帝所赏赐伊的地位，不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家己的好，不是为着要高举家己，是为着要服侍人、服侍上帝啊。所以若是安尼，咱要来读一段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咱一定做有印象，因为伫圣经内面过来的所在，拢安尼来甲咱讲。是安那圣经平平一款的意思，这段的话，伫过来的所在，拢安尼一遍一遍，搁再甲咱讲。咱做伙来读看卖。这个律法的册，毋通离开你的喙，的确着勉励想伊，互你即手来行这个册内所记载一切的话，安尼就会互你的路变坦，你也会得到大亨通。是安那上帝要安尼甲咱讲，要安尼甲咱讲，要安尼甲咱讲。是上帝知影咱拢足够袂记吗？所以爱不断甲咱提醒吗？还是上帝知影咱心内知，但是有当时啊，咱所思考所知的事，就是听你思考知影尔，咱无拄拄有法度安尼来做。我毋知影讲这段话对你来讲，你有看到什么关键字无？有无？这段话你有看到什么关键字？对你来讲，倒一字、倒一句足重要？啊？勉励、想伊、思考伊上帝的话，袂歹呢。你毋是看到上帝要互咱行通，要互咱趁大钱？还有无？恁还有看到啥？毋通离开你的喙，这个律法的册毋通离开你的喙，勉励、思想、思考、想上帝的话啊！而且咱来看思想、思考。你原本迄笔来问的话，伊不只是你头壳想尔哦，伊佫有细声讲出来哦。所以是安那有当时啊，咱咧看圣经、读圣经。要鼓励咱大家，不只是看，咱甲读出来。过来咧，讨论哦。你也咧读圣经，不只是看，不只是你家己都要甲细声读出来。上好过当咱有一群人做伙讨论哦。过来咧，拗叫，什么叫拗叫？圣经咧甲咱讲的，就是将上帝的话语你甲宣告出去。宣告出去就是大声讲，但是不止安尼哦。希伯来文的嚎叫，伊咧讲的不止咱人的大声讲话哦，大声宣告哦，包括狮仔看到猎物，狮仔看到对敌，你也咧大声，人咧讲狮吼讲吼，大声叫，是即款的嚎叫。也就是讲，上帝的话不只是咱听到。咱心内想，上帝的话，咱爱甲读出来，咱爱甲讲出来，咱爱做伙讨论，甚至咱爱大声甲宣告出来。所以，上帝期待咱不只是读圣经、听伊讲的话尔，上帝还佫爱咱思考伊所讲的话，望咱甲伊的话讲出去、分享出去、大声宣告出去。所以，当咱咧思考、咱咧讨论、咱咧宣告上帝的话时阵，咱毋通袂记，像即段经文在甲咱讲的。爱遵守伊的法度，爱去做。若是安尼，咱的人生就会当有一条亨通成功的道路啊！就有一个亨通成功的道路啊！过去捌有人咧批评成功哲学，安那拄安那，拢咧讲丰盛，拢咧讲丰富，拢咧讲可能事业的成功，册读了做好。但是我相信，检查这本来就是一部分，是上帝意爱咱的成功，意爱咱的丰富。但是上帝无遮尔狭隘啦。过去捌有一个牧师，伊咧讲道，咱嘛甲问牧师，你咧讲的哪像讲着亨通，讲着丰盛，是毋是你嘛是成功哲学？这个牧师讲，恁咧讲的成功哲学，有可能甲我咧想的成功哲学无啥共。这款的成功神学，有可能恁想的甲我想的无啥共。
所以这个记者、这个访问的人就足兴趣。啊，无你咧讲的是啥物？伊讲，当教会伫遐咧做客服班，客服班的囡仔大汉了后，话嘛会离开去。后来伊发现有客服班的囡仔离开教会了后，伫外口可能就甲一寡佚佗囡仔做伙，所以伊嘛开始食毒。食毒了后，就无可能好好啊食头路，无法度好好啊食头路了后，就开始想要去人偷，想要去人抢，因为偷这个钱、抢这个钱是要食毒用的，买毒品用的。但是当透过兄弟姊妹大家关心这个囡仔倒转来教会，戒毒成功了，戒毒成功了。当然，因为伊过去一款的经历。去到社会要找到真好的头路，一开始无容易，甚至有的公司佫毋敢请咧。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接纳伊的公司了后，伊就拍拼工作。有可能伊即款靠着劳力的工作，对一寡人来讲，迄款的工作我无爱做。但是这个牧师讲，当上帝的话会当感动伊，当兄弟姊妹的关心会当互伊倒转来教会了后。伊甲即款的食毒的习惯，等讨角，将过去烧少伫遐咧食毒的朋友拒绝掉。当伊会当好好啊生活，好好啊去趁钱的时阵，安尼毋是上帝所想事的成功、亨通、丰富吗？若是安尼，这就是咱大多所讲的。当咱思考、讨论、宣告上帝的话，甚至咱将上帝的话分享出去，互更侪人会当有机会踏入教会。若是安尼，我相信真正欢喜快乐的是咱家己啊！所以当咱开始当亲像所罗门王同款，伫上帝面头前真心实来承认咱家己的无够业，咱家己的有限。所以，咱嘛要祈求上帝赐落迄款的智慧，迄款清洁、清气的心。若是安尼，我相信信仰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宗教，信仰嘛毋是只是咱一个习惯，也是财物。咱的基督信仰要成做咱生命，要成做咱生命真正的帮助，真正的力量啊！上个的基督。阿爸，我的上帝，感谢你总是透过你的话来提醒阮，人生在世上重要的事，就是找求你、亲近你、了解你的心意。所以，阮也恳求你，会当赏赐阮有够野的智慧，阮会当明辨是非的心，行你所喜爱的事。互阮伫现实的生活中间，虽讲有当时阮嘛拄着无共款的困难、无共款的挑战，总是阮会晓来倚靠你。总是阮会当得到对你来的帮助甲力量。安尼感谢基督，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大牧师的讲道，这是来学了圣诗581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请起立。
真济，即是来用奉献，请叶宏一执事甲陈秀玲执事。请起立。真济报告欢迎大家今仔日来礼拜，礼拜后请劳部互相请安，交易到地下室来用餐。第二点咱的新学生李慧君老师会伫阮本教会实习到5月底我们咱多谢伊即个期间来陪伴祝福伊未来的发展。大家应该有看见发现讲1楼咱的南侧已经即马修理好真新真水嘛，请所有的人士会当好好保养咱教会嘛已经虽然讲是新教会嘛，已经超过20年所以即马陆续开始有一个旧的设备来开始换新修缮欢迎兄姐为教会的经费来奉献。第三第四本会幼稚园新学期咧招生欢迎兄姐若有朋友有兴趣来帮忙介绍详情请找杨园长。第五因为即马环境爱无纸化，所以咱教会的周报嘛精简改做一张那但是所以顶礼拜讲道的讲道稿若是有想要摕兄姐会当到1楼摕纸本若是无爱纸本会当为咱即马新版的即个周报后壁的即个 QR code 扫一个 QR code 就会当看见顶礼拜文教迄个稿若是导牧师的讲道，伊导牧师会甲咱整理若是外聘的讲员，阮会即马用 AI 来记录阮当讲会先看过若是有，但是若看过会友若看了有问题，若欢迎甲阮分享甲阮分享咱会当甲即个物件愈做愈好。对不起，是的
儿童主日学甲基石团契伫下主日中昼伫4楼的大教师举办联合聚会，欢迎主日学的老师、家长甲基石团契的契友做伙来交谊。健康资讯的关怀站伫下主日的服务医师是蔡顺典长老甲林兆峰医师，时间是为9点半到10点20，地点是富堂的会议室。团契消息，夫妇团契伫下主日爱餐了后12点半伫5楼举办6月份的专题演讲。邀请赖世珍医师演讲牙医漫谈，欢迎大家参加。中华妇女事工部举办2026年全国妇女零售营，时间是7月23到25，欢迎有兴趣参加的姊妹甲徐玉兰执事来报名，报名到7月6号。为止，无毋对吧？报名嘛，吼。我讲好交界消息甲大道事项，就请会众家己读。这是咱来平安礼，行平安礼。圣诗394首，即时礼拜伫要煞。
愿被上帝赐福咱，佮保护咱；愿被上帝予伊的面的光照咱，佮施恩予咱；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咱，赏赐咱有永远的平安，对即时伫甲永世代无尽。阿免。真济密岛、电乐、散会。